點解而家提出離婚嘅大多數係女性？好簡單，因為男性喺婚姻裏邊係受益者。你一定唔同意啦。你話女人嘅傳統係咪就係應該結婚生仔做家務？係咪？呢啲係傳統，所以冇理由我哋係受益者啊嘛。嗱，我有必要提醒下呢位人氣，你可以上網度睇一睇，近10年嚟女性嘅購車率、購屋率已經直逼我哋男性啦。所以咧，唔好再用傳統嘅衡量現今嘅女性，因為喺婚姻裏邊，女性最不公平嘅咧，就係需要懷孕生仔、湊仔、做家務，係唔計費用嘅。如果按照佢喺社會創造嘅價值折合咗啊，你都未必俾得起啊！所以聰明嘅你應該當老婆係寶貝，因為現今嘅社會個結婚率咁低啊，你將來有咗老婆之後，就等於有一個限量版活動嘅奢侈品，所以你必須要好好咁珍惜。